晚上，當 Johnny 閉上眼睛，他的夢境帶他到一個神奇的地方，一個色彩斑斕的魔法森林。在這個夢中，Johnny 發現自己站在一片綠色的草地上，四周圍環繞着高大的樹木，樹上結滿了五顏六色的果實。當他好奇地走進森林時，樹木開始低語，像是在歡迎他。突然，一隻金色的獨角獸出現在他的面前。獨角獸的鬃毛閃閃發光，眼神溫柔。他微笑着對 Johnny 說：歡迎來到魔法森林 ，Johnny。這裏的每個角落都有驚喜等着你。Johnny 驚喜地跟隨獨角獸走進了森林深處。他們來到了一個小湖邊，湖水清澈見底，裏面有許多彩色的小魚在游來游去。獨角獸告訴他，這些魚會實現願望。我可以許願嗎？ Johnny 問。當然可以，只要你心中有真摯的願望，獨角獸回應。Johnny 想了想，然後說：我希望能和我的朋友們一起來這裏玩。獨角獸用他的角輕輕一點，湖面上漣漪起來。Johnny 的朋友們突然出現在他身邊，他們都興奮地歡呼。接着，他們在魔法森林內玩耍、滑滑梯、爬樹，還和小動物們一起舞蹈。森林裏的每一個瞬間都充滿了歡樂和笑聲。最後，當太陽開始落下，金色的光芒灑在森林裏。Johnny 知道是時候回家了，他和獨角獸道別，心中滿是感激。謝謝你，獨角獸，我會永遠記得這次冒險。Johnny 說。獨角獸微笑着回應，隨時歡迎你來 ，Johnny。當 Johnny 醒來時，他的心中充滿了快樂和期待。他知道夢境的冒險永遠不會結束，下一次又會帶他去哪裏呢？